为人保带领2位活动假日会场，后壁对着迎亲队伍讲落，家庄嘛拢准备这段相当热烈。这是何方义歌家发展协会所举办，找来5对结婚超过50档的翁仔某，成山报少年时阵无法度办的婚礼。心情欢喜啊，气氛真好啊，父老妻啦，都嘛安尼做，决定去佚佗安尼啊。让更多的长辈走出户外，一起喜欢唱歌、喜欢跳舞，那也享受在这个婚礼的这个之后呢，也受到很多家人的祝福。歌家发展协会平常时除了推广歌唱教育，这回举办结婚50活动，就是爱呼吁社会正视婚姻维持的重要性。我一路走来看，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搞的，都是没有几年就散掉。有的下一代的子女们也要好好去继续走下去，让我们以后有个正常的、很健康的家庭。因为理事长本身喜欢唱歌，所以在1809年成立歌家发展协会。学员当中嘛培养出侪专业的歌手老师，未来除了协会对歌手文化的继续推广，嘛透过多元化的活动及课程，吸引更较侪人对歌家喜爱。台南新闻协会采访报道。